后来继续来看咱劳工的血挂钱，竟然互提起查股票。这个劳动局、劳动部有一个官员接受到不当的交代，然后指示代替操作基金的券商，针对着特定的厂商挂单买进。台北地检署搜索侦办约谈涉案的官员翁仔某到案，半暝3点申请收押，用贪污甲证交法来侦办。 有什么话要说吗？有什么话要说吗？劳动基金却当作炒股的工具，涉案的劳动官员出现，随后媒体包围调查。结果，结果。根据调查，做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过来投资组组长姓杨的官员和因某涉嫌收业者好康的，要求操盘劳动基金的特定券商继续挂单炒股。劳动部长柯明春接到消息，先要求甲伊调离主管职，佮发现有炒股的事实。伊的个人口座有900外万，唔知为倒位来钱。两个人互约谈了后，专案会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甲证券交易法的方向来侦办。劳动部嘛讲会检讨这件代志，避免同款的事件搁一摆发生。